好，大家好，今日咧會同大家溫下能量流同埋生態錐體嘅概念。咁我哋好多同學仔咧都會對於導致嘅生物量錐體咧同埋數量錐體咧嘅概念唔係好清晰，所以咧我哋就講一講呢個概念啦。喺講食物鏈之前咧，其實好多同學咧喺溫得太多爆概念之後咧，佢會撈亂咗食物鏈，以為食物鏈裏邊會包含分解者，其實唔係嘅。食物鏈只會由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同埋三級消費者而此類推嘅啫。而食物鏈嘅概念就係佢哋每一層咧都係被攝食嘅關係嘅，草俾兔仔食，兔仔俾狐狸食，狐狸俾老虎食咁樣嘅。咁我哋就望到啦，每一個人咧都會有個角色同埋定位，就係一個二級消費者，譬如次級消費者咁樣啦。咁係咪每一個就淨係得一個定位咧？其實就絕對唔係嘅。一個生物裏邊咧，可以擁有多過一個角色嘅。譬如老虎又可以次級消費者，同時間都可以係三級消費者嘅。咁佢咧就可以又見到啦，佢可以食到兔仔，又可以食到狐狸咁樣。咁我哋營養級咧個概念同埋初級消費者呢啲概念係好相似嘅，佢只係轉咗一個表達形式，譬如一級、二級、三級、四級嘅啫。咁我哋就講到啦，頭先被攝食嘅關係入邊咧，我哋可以見到我哋能量流咧係會由一個大嘅三角形越嚟越細，直到去到三級消費者嘅時候咧，個三角形就會變到最細啦。咁點解咧？佢哋會當中咧，其實係會一個能量嘅散失嘅。當食物傳遞嘅過程入邊咧，通常只有得10%咧，可以令個由一個營養級去到另一個營養級嘅啫。大部分90%咧，都會透過幾個途徑咧去散失嘅。第一個一定就係冇被攝食嘅食物部分啦。第二個咧就係呢啲糞便啊，例如植物入邊嘅纖維素啊，動物入邊嘅毛髮咁樣啦。第三就係排泄物啦，CO2 尿素。第四個，其實咧，所有生物咧都會進行呼吸作用嘅，大部分能量咧都會以熱嘅形式散失，所以咧大部分能量由食物鏈散失嘅過程入邊咧，大多數食物鏈咧都唔會多過5個營養級嘅，可能最後嗰個都只會係人類咁樣啦。咁我哋望到頭先教完食物鏈啦，呢一個咧其實就係食物鏈組成嘅食物網，佢哋可以顯示到咧入邊嗰個攝食嘅關係嘅。咁我哋可以望下呢一幅圖入邊，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個包含5個營養級嘅食物鏈咧？首先咧，第一個生產者就一定會係植物嘅，其次就係昆蟲，第三個就係青蛙，第四就係蛇，第五就係鷹。咁我哋望完呢個圖之後咧，其實我哋可以畫得到一條食物鏈，就係呢度啦。同埋我哋要記住咧，我哋畫食物網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圖咧未必係咁清晰嘅，所以我哋希望我哋畫個食物網嘅時候咧，我好似呢個例子咁樣，一級係草，二級係老鼠，三級係蛇，四級係鷹咁樣。令到啲人咧好即係marker 咧容易啲睇到你畫嘅食物網啊。好啦，我哋講完食物鏈同埋食物網個概念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講數目錐體啦。因為數目錐體咧，其實同食物鏈係好有關係嘅。我哋可以見到，其實佢哋之間都有個攝食嘅關係，但係我哋會用咗一啲數字去嚟表達得更加清晰嘅。咁咧，數目錐體咧，其實就顯示緊咧每個營養級嘅生物數量啦。我哋見到數目錐體嘅情況，其實多數情況都係正立嘅，就好似呢個例子咁樣。草原入邊草嘅數目一定就係多過兔仔，兔仔就一定會多過鷹，所以咧佢條疤咧就一定係最闊，而去到鷹嗰個數目咧，佢就會少啲嘅。而佢正立第一個原因就必然係因為佢哋之間每一層能量咧係會有散失嘅，所以咧為咗支持佢哋嘅數目咧，佢哋下邊每一級一定會多過上一級嚟俾到佢哋足夠嘅食物啦。第二，因為較高食性層次咧，其實佢哋體型通常都係大啲嘅，所以佢哋都要多啲食物，所以去到最後咧，佢哋嘅數目係會最少嘅，所以就會出現一個正立嘅關係啦。但係係咪每一個食性層次都會出現咁一個正立嘅關係咧？其實就絕對唔係嘅。有時咧導致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哋嘅生產者可以提供到俾佢嘅能量係會大啲嘅。譬如一棵樹咁樣，佢係可以養到好多足夠嘅毛毛蟲嘅，咁我哋就會出現咗一個導致嘅關係啦。但係我哋網上邊佢又會回復翻正常嘅正立關係喎，就因為咧我哋知道其實毛毛蟲係需要好大量咧先可以提供到俾雀仔去食嘅，維持佢哋嘅生命啦，所以我哋就可以見到呢個情況出現啦。但係有啲情況咧就係
生物量錐體啦。我哋用生物量錐體去睇嘅時候咧，就係指某一個時間點入邊某一個食性層次所有嘅乾質量。咁我哋用生物量錐體睇翻頭先嗰個圖啦。頭先呢個圖咧係倒置噶嘛，但我哋望到呢度，佢又會變翻正立喎。就因為咧頭先嗰個情況咧，數目錐體咧係會有一個限制嘅。我哋冇考慮到咧，佢每一個個體嘅體型嘅大細，體型大嘅體內嘅能量自然就會多啲啦，體型細自然就會細啲。所以喺數目錐體入邊嘅世界咧，無論大同埋細，佢哋都會淨係當一隻生物去睇嘅啫。呢一個咧就係一個佢哋嘅限制啦。而去到生物量錐體咧，我哋就會更正咗呢個限制，因為我哋係考慮緊佢嘅乾質量啊嘛。因為你體內嘅能量咧同埋乾質量咧係會成正比嘅，所以咧樹嘅乾質量絕對係會多過毛毛蟲，所以咧佢哋個就會出現個正立嘅錐體啦。雖然佢係一個準確啲嘅存在啦，但係其實佢都會有 exceptional case 嘅。咁呢個 exceptional case 咧就係浮游植物俾浮游動物去食嘅食物鏈啦。咁點解會可以導致呢個情況啦？冇理由你啲生物係會足夠浮游動物食噶嘛？雖然你嘅生物量唔夠高，其實佢導致嘅原因咧最大就係因為佢浮游植物個繁殖速率同埋光合作用速率好高，可以無間斷咁提供到食物俾佢哋。咁所以咧，佢就可以有一個足夠嘅食物去食到，從而產生呢一個導致嘅三角形出現啦。咁我哋頭先 remind 晒大家 concept 啦，數目錐體同埋生物量錐體、食物鏈、食物網嘅概念。咁我哋就嘗試下再 apply 一啲知識落去呢個題目入邊，就係 DSE 2018年 Part A Q5。咁我哋可以見到啦，其實淨係得37% 嘅人咧係啱呢條題目，其實都反映到大家對呢個題目係好薄弱噶。等我解釋下呢個題目啦。咁呢個題目咧就叫我哋睇下食物鏈嘅數目錐體同埋生物量錐體啦。而邊一項咧係最有可能係食物鏈嘅生產者？首先我哋要知道生產者喺邊度，生產者一定就會喺最底，因為佢哋係植物嚟噶嘛，多數都係。咁就係呢個情況啦。咁咧，我哋再望呢個圖嘅時候咧，佢數目錐體係要求我哋係一個倒三角形嘅存在，同時間生物量錐體都係一個倒三角形嘅存在。咁我哋喺呢個題目入邊，水稻、樹、草、浮游植物，我哋一定可以分咗兩個啦。第一個就係水稻同埋草。就因為咧，我哋可以望下呢個正立嘅數目錐體，佢哋咧個數量係有好多，但係佢哋嘅數目，即係佢哋嘅 size 咧係好細，所以佢哋好多數目咧先可以提供到俾佢上一級嘅消費者去食嘅。咁然之後啦，咁我哋望翻唯一一個導致嘅數目錐體咧，好有可能就係樹啦，因為咧佢可以有一個體型龐大啊嘅情況咧，可以提供到俾佢上一級嘅。但係我哋頭先教過啦，數目錐體其實佢有一個限制嘅，佢冇計到佢生物量。但係當一旦佢計咗佢生物量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知道樹一定係會俾人摟走嘅，就因為樹喺呢個情況入邊咧，佢嘅生物量一定係會多過毛毛蟲嘅，同埋多過雀仔嘅，所以佢一定係正立嘅關係。所以佢就係 fulfill 到一個 requirement 啫，所以樹都係唔啱嘅。所以個答案就係 D 浮游植物。點解咧？因為生物量錐體咧，多數情況下正立，而喺唔正立嘅情況之下，只有一個 exceptional case 就係浮游植物，因為佢喺較低嘅生物嘅繁殖率遠高於較高嘅營養級，咁個生物量咧就會出現倒置嘅情況啦。所以記住頭先講過嘅食物鏈、食物網、數目錐體同埋生物量錐體咧，咁呢幾個 concept 咧就唔會撈亂啦。好，我哋今日嘅堂就係咁多啦，拜拜。